国家实验研究院国家高速网络计算中心今仔日伫台湾动画创作者基地举办国网动画影展，把过去11年来真侪国内优秀的动画参赛作品经12出提出来展览，希望大家会当熟悉咱在地的动画作品。 这是新心灵的动画影片，主题是地球科学。这届国网动画影展将过去历届国内动画人才的优秀作品提来展出。总共有3大主题，一个就是近邻那减碳的这个诉求；另外一个是静心，你要看到内在的海沉淀下来，你会知道你应该做什么样更好的事情。 那另外一个就是永续。为了培养国内动画人才，国家实验研究院的高速网络计算中心，自在1年前办理动画算图竞赛，自过去到今超过850队，4000人参赛。今年头届对历届优秀作品内竞出代表性的动画展出，希望透过音乐环境等等议题，譬如讲数位建模、取代实景模型，让大家了解动画结合科学。这10几年来，嘛愈来愈多青年投入这个领域。 我们用算图农场来提供动画创作者是最主要的工具，就是用这个很快速的电脑，让他做很多事情。那这样创作者可以 focus on 他的 idea， 而不是遇到很多困难，说啊我怎么让这个动，怎么让那个太困难了，就半途而废。 国网中心表示，过去是用比赛培养人才，有学生组、有社会组。这届自105出动画影片，选出12出来展出，希望各界看到台湾自创动画的能量，甲这少年安怎来创新。记者陈立台台北采访报道。